他一定还在总坛。上一次他在那里，这次他应该也在那里。怎么突然感觉好冷啊？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要来了。怎么了，东方仙云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突然感觉好冷，感觉有点不对劲。死后僵硬。大概。大概啊，那就好。个屁呀！死后僵硬还大概？刚刚不是说只是濒死的吗？而且僵硬只是动不了，而不是发冷吧？所以我才让你走2步，转一下圈，看看身体情况啊。发愣可能也和血液停止流动有关。你不是火灵根吗？自己考考自己了。烤？烧烤身体什么的，因为濒死过。此时的烤，不知为何让我毛骨悚然，总有一种要被做熟上菜的错觉呀！怎么办？